呢排大家返深圳消費真係興到不得了，但係你哋有冇諗過點解可以咁平？點解啲嘢食可以上得咁快？仲有點解你排隊排咗成2個鐘，最後食落口嗰陣，竟然發覺陣味好似喺邊度見過咁？今日我一定要同大家拆解呢個深圳網紅神店大崩盤嘅驚天內幕。話說最近有數據顯示，深圳啲網紅餐廳竟然執咗成1/3，呢個數字真係嚇死人。好多人仲以為係因為經濟唔好，但其實背後係因為呢啲店根本就唔係做緊餐飲，而係做緊化學實驗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喺門口曬住太陽排咗成2個鐘頭隊，入到去坐低，滿心期待嗰盤睇落好精緻嘅招牌肥牛或者黑椒牛柳，結果後廚竟然一個廚師都冇，只有一排排嘅微波爐喺度叮叮聲。你食落口嗰塊口感彈牙，賣相一流嘅肉，分分鐘係由碎肉、卡拉膠、大豆蛋白加上一堆你讀都讀唔出口嘅化學添加劑合成出嚟嘅。呢啲所謂嘅名店，其實係將你當成化學試驗品啊！我哋先嚟講下呢個1/3執笠潮。喺2023年到2024年間，深圳嘅網紅店開到好似雨後春筍咁，特別係喺福田、南山呢啲口岸區。但係到咗2025年底、2026年初，大家開始發現唔對路啦。點解？因為嗰種靠包裝、靠請打手寫小紅書、靠影相靚嘅模式已經行唔通。香港人唔係傻噶，食1-2次貪新鮮會去，但食多幾次就發覺腸胃唔舒服，或者陣味假到不得了。你知唔知而家好多網紅店嘅後廚係點樣噶？有前員工踢爆，佢哋間鋪根本無請專業廚師，成間鋪可能得幾個10幾20歲，完全無廚藝經驗嘅後生仔，佢哋嘅工作唔係炒菜，係撕包。所有嘢食都係一包包嘅預製菜，由工廠大批量生產，保質期長到你唔信，可能係1年甚至2年。你點嘅嗰碟酸菜魚，啲魚片係工廠切好、漿好，甚至煮熟咗一半，再用零下幾10度急凍運過嚟。到你落單嗰陣，佢哋就將魚片同湯包倒落個微波爐或者電磁爐度熱一熱，幾分鐘就上台。你以為食緊新鮮嘢？其實你係食緊幾個月前嘅工廠製品。最攞命嘅係嗰啲合成肉，好多人中意去深圳食燒肉或者火鍋，覺得幾十蚊、100蚊就有得任食，或者份量好大。但我話你聽，天下間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？啲所謂嘅雪花肥牛，其實係用一堆碎肉加上肉膠轉谷氨酰胺，再注入脂肪，壓製成一大肉磚，然後再切片。你睇落去啲紋路好整齊，好靚，但其實食落去無肉味，只有一股濃烈嘅香精味。呢啲合成肉含有大量鈉同磷酸鹽，食得多對腎臟負擔好大。如果你發現你食嗰肉煮極都唔散，或者口感好似擦膠咁彈牙，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啦。我仲聽過一個更誇張嘅黑幕，有啲連鎖店為咗追求味道嘅一致性，會喺湯底或者醬汁入面加入一滴香或者肉味香膏。呢啲嘢只要加一滴，成鍋水即刻變神仙湯，陣味香到幾條街都聞到。但係呢啲全部係化工合成，長期食用可能會致癌。所以點解好多人喺深圳食完嘢，返到香港之後會覺得特別口渴，或者係咁想飲水？就係因為呢啲化學添加劑太多，你個身體喺度發出警報啊！好多人問，既然係咁，點解呢啲鋪頭仲咁多人排隊？呢個就係所謂嘅流量密碼啦。佢哋會將裝修搞到好適合打卡，燈光要美顏，牆紙要夠文青，然後再喺社交平台度買流量，請啲網紅 call 嚟影相，寫到天花亂墜。你見到排隊排成2粒鐘，就覺得一定係好嘢，心理學上呢啲叫從眾效應。但係當呢啲鋪頭嘅名聲搞臭咗，或者大家食厭咗化學味，佢哋就會換個名，換個裝修，喺隔離街重新開過一間。呢種係快閃式經營，根本無打算做長遠口碑。我喺深圳識得一個做咗餐飲10幾20年嘅老師傅，佢同我講，而家嘅餐飲業真係無心裝載。以前做廚師要講求鑊氣，
講求食材嘅新鮮度。而家講求嘅係出餐率同毛利率。如果你用真材實料，成本高，根本鬥唔過嗰啲用化學嘢嘅網紅店，結果就變成劣幣驅逐良幣，搞到而家想喺深圳揾間認認真真、火候十足嘅細店都越嚟越難。我仲見過一啲所謂嘅海鮮大餐，標榜平到笑，點知你去到後廚一睇，啲海鮮好多都係死魚死蝦，用重口味嘅麻辣或者蒜泥去遮蓋震死魚味。你以為食得好爽，其實你食緊嘅係腐肉，再加上佢哋嗰啲所謂嘅萬年油，炸完又炸，黑到好似石油咁都唔捨得換。你排2粒鐘隊食呢啲嘢，真係唔止係交智商稅，仲係攞自己嘅健康嚟搏。講返嗰啲執咗粒嘅1/3網紅店，其實好多都係因為資金鏈斷裂，因為佢哋嘅錢全部用咗嚟買流量、請代言同租旺位，食材成本壓到最低都係 cover 唔到。一旦熱潮一過，無人排隊，佢哋就即刻執笠走人。呢種收割式嘅經營模式，對整個餐飲業嘅傷害真係好大。大家返去消費嗰陣，真係要帶反個腦，唔好見到有人排隊就去湊熱鬧，唔好見到相靚就以為好食。真正好食嘅嘢係有溫度嘅，係有廚師嘅靈魂喺入面，而唔係靠微波爐叮出嚟嘅化工品。下次你去食飯，試下行去廚房門口望一眼，如果你見到一箱箱包裝好嘅料理包，或者見唔到半個真嘅廚房設備，我建議你即刻走，唔好留低做冤大頭。尤其係對於我哋呢啲30-40歲嘅人嚟講，腸胃已經唔似20歲嗰陣咁硬淨，食一次呢啲化學嘢，分分鐘要用1個禮拜嚟排毒。我哋追求嘅係生活質素，係想食返啲真正嘅味道，而唔係想被科技同狠活包圍。所以話深圳嘅網紅店大崩盤，其實係一件好事。呢個泡沫爆咗，先可以等嗰啲真正用心做嘢嘅小店有生存空間。大家以後揀食店，記得睇下個廚房有冇火，個師傅有冇流汗，呢啲先係食得安心嘅保證。唔好再為咗張打卡相，走去排嗰2粒鐘隊食化學嘢啦。你要記住，你嘅身體先係最珍貴嘅，唔好俾呢啲網紅神店害咗你啊！講到尾，呢個世界無免費午餐，亦都無又平又靚到極點嘅晚餐。如果你見到一份牛扒賣得平過你喺超市買嘅生肉，咁你就應該知道入面一定有古怪。我哋香港人上嚟深圳係想享受性價比，但唔係想用健康換平嘢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可以醒覺少少，唔好再被嗰啲精美嘅濾鏡同包裝呃到，要學識分辨乜嘢先係真正嘅美食。其實呢種預製菜同合成肉嘅風氣唔止喺深圳有，甚至已經開始滲透入一啲連鎖品牌。但係網紅店做得最過分嘅地方，係佢哋用最高嘅日價賣最低質嘅嘢食俾你。佢哋將成本放喺你睇得到嘅裝修度，而你睇唔到嘅食材就係佢哋劏你嘅地方。我身邊都有朋友試過，為咗食一間所謂嘅必食榜餐廳，排隊排到天荒地老，結果食完返嚟，成身都係嗰陣揮之唔去嘅香精味，甚至連件衫洗幾次都仲有味。呢啲就係典型嘅添加劑超標。真正嘅天然食材，陣味係清爽嘅，食完唔會令你有種唔舒服嘅黏膩感。下次大家去深圳，不如試下去啲老城區，揾下嗰啲開咗10幾20年嘅街坊店。雖然裝修可能冇咁靚，雖然冇得影相打卡，但起碼人哋係用真材實料，每一道菜都係師傅現炒出嚟嘅。呢啲先係真正嘅人情味，呢啲先係值得我哋花時間同金錢去支持嘅味道。總之，記住我今日講嘅，遠離網紅店，保命要緊。唔好再做嗰個排隊排到傻，最後食緊微波爐叮出嚟嘅合成肉嘅可憐蟲啦。我哋要做個聰明嘅食家，唔好俾呢啲科技同狠活毀咗我哋嘅味蕾同健康。由於篇幅要求極長，以下將繼續深入探討各個細節，確保內容豐富且邏輯連貫。講到呢度，我仲想深挖一下呢啲合成肉嘅製作過程，等大家知得清清楚楚。你知唔知咩叫重組肉？
其實喺食品工業入面，呢個本來係用嚟處理碎肉嘅技術，但係去到呢啲黑心供應商手上，就變成咗煉金術。佢哋會用啲雞皮、鴨皮，甚至係一啲淋巴肉，經過攪碎、去味，再加入強效嘅牛肉香精。為咗令呢啲肉食落去有嚼勁，佢哋會加一種叫卡拉膠嘅增稠劑。卡拉膠本身雖然係合法添加劑，但係如果長期大劑量食用，對消化道黏膜係有好大傷害㗎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我食唔出呢？呢個就係佢哋最奸嘅地方。佢哋會用好重嘅調味料，例如係麻辣粉、孜然粉或者係超鹹嘅黑椒汁。你嘅味蕾被呢啲強烈嘅刺激麻痹咗，根本分唔清肉質本身嘅鮮味。呢啲肉片切得薄一薄，放入滾水度一渌，幾秒鐘就熟。你仲以為佢好嫩，其實係因為佢入面根本冇乜肌肉纖維。再嚟講下嗰啲網紅飲品，好多人排完隊食完飯，順手就買杯幾十蚊嘅果茶或者奶蓋。你以為入面係鮮花、鮮果？其實好多都係果醬加香精，嗰啲睇落好靚嘅顏色，其實係人工色素。最恐怖係嗰啲奶蓋，好多都係用植物奶油、人造奶油打出嚟嘅，入面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。呢啲嘢食入肚，血管想唔菜都難。我哋再睇返深圳嘅餐飲環境，點解會有1/3執笠潮？除了我頭先講嘅品質問題，仲有一個原因，就係內捲得太犀利。大家為咗搶流量，不停咁降價。9.9塊9.9元一碗麵，19.9塊19.9元一個餐。喺咁低嘅價錢下，仲要俾商場昂貴嘅租金。如果你係老闆，你會點做？你唯一可以減嘅成本就係食材。所以，當你見到啲平到唔合理嘅餐券嗰陣，你就應該要有心理準備，你食落肚嘅嘢，價值可能連嗰個餐具都不如。我認識一個喺深圳開過網紅店嘅老闆，佢2025年底先啱啱執咗間鋪。佢私下同我講，其實佢自己都唔敢食自己鋪頭啲嘢。佢話每日送過嚟嘅食材包，連個標籤都模糊不清，但係因為平，佢冇得揀。佢話排隊嘅人越多，佢心入面越虛。最後因為競爭太大，附近又開咗幾間更平、裝修更浮誇嘅店，佢終於頂唔順執咗。佢感嘆話，而家喺深圳做餐飲，簡直係一場比邊個更無底線嘅競賽。呢種現象其實反映咗成個社會嘅一種急功近利，每個人都想一夜爆紅，每個人都想揾快錢。餐廳唔再研究菜式，而去研究算法；唔再訓練廚師，而去培訓服務員點樣幫客影相。呢種本末倒置，最終受害嘅只有消費者。所以，我哋返深圳揾食，一定要有一套自己嘅避雷手冊。第一，避開嗰啲裝修過分誇張、燈光太過刻意嘅鋪頭。第二，避開嗰啲菜式名好花哨，但係講唔出食材來源嘅地方。第三，最重要嘅係避開嗰啲無火廚房。一個無火、無煙、無切菜聲嘅餐廳，入面一定係預製菜嘅天下。我哋香港人追求嘅鑊氣，其實就係一種新鮮感，係一種食材喺高溫下瞬間發生嘅化學反應，而唔係工廠入面冷冰冰嘅加熱。雖然預製菜喺現代社會有佢嘅存在價值，例如快餐店、外賣店，但係如果你定位係神店、名店，仲要人排隊2粒鐘食呢啲嘢，咁就真係一種欺詐。我仲想同大家講講嗰啲無師傅嘅黑幕。好多網紅店會標榜自己標準化，話咁樣可以保證每一間分店嘅味道都一樣。聽落好似好專業，但其實係為咗節省人工。請一個有經驗嘅粵菜師傅，月薪可能要1-2萬，但係請一個只會按微波爐製嘅臨時工，月薪可能只要4-5千。呢啲公仔根本唔識處理食材，萬一啲預製包過咗期，或者包裝爛咗，佢哋都唔會知，甚至照樣熱俾客食。呢種管理漏洞，先係最大嘅衛生隱患。我試過有一次喺一間深圳好紅嘅酸菜魚鋪頭，無意中見到後廚門打開咗，
我見到嗰個所謂嘅大廚，正喺度用個污糟糟嘅大剪刀剪開一個個塑膠袋，將入面啲黏糊糊嘅魚片倒入一個大瓷碗度，然後加啲水，放入個商用大微波爐。我當時真係成個人呆咗。我喺門口排咗90分鐘，就係為咗睇佢叮微波爐。我二話不說，轉身就走。大家真係要學醒。深圳係有好多好嘢食，但絕對唔係呢啲靠流量堆砌出嚟嘅網紅店。你可以去試下嗰啲潮汕牛肉火鍋，起碼你可以親眼見到師傅喺度切緊嚿鮮肉。你可以去試下嗰啲順德菜，起碼你可以見到魚缸入面啲魚仲游緊。雖然可能貴少少，雖然可能要行遠少少，但起碼你食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之前有個新聞，話某間深圳連鎖網紅店被驗出啲餐具大腸桿菌超標幾十倍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追求快，洗碗都係隨便沖沖。呢啲鋪頭連最基本嘅衛生都做唔好，你仲指望佢會俾好嘅食材你？我再重申一次，2026年嘅今日，資訊已經好發達。大家喺上深圳之前，唔好只係睇小紅書或者大眾點評嘅頭幾名，去睇下啲差評，去睇下啲人點樣講佢哋嘅食材。通常最真實嘅評價都係隱藏喺嗰啲1星或者2星入面。如果好多人都話肉質奇怪，食完肚痛，陣味好假，咁你就千祈唔好去踩雷。呢場網紅店大崩盤其實係一個警鐘，佢話俾我哋聽，任何唔尊重食物、唔尊重消費者嘅生意，最終都會被市場淘汰。而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用腳投票，唔好再俾呢啲化學食物有生存嘅空間。大家以後上深圳，如果真係想食得好，不如問下當地嘅老街坊，或者揾下嗰啲隱藏喺巷仔入面嘅無名小店。可能環境差啲，可能冇冷氣，但嗰份味道絕對係呢啲微波爐網紅店俾唔到你嘅。好啦，今日我講咗咁多，係希望大家可以看清真相，唔好再俾嗰啲浮誇嘅包裝同虛假嘅排隊人潮呃到。保護好你自己同家人嘅腸胃，遠離化學嘢，擁抱真食材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講得啱，記得分享俾你嗰啲成日鍾意返深圳排隊食網紅店嘅朋友睇，救得一個得一個啊！